这时，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9节到12节。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，互咱借着伊得到生命。上帝用这个方法显示伊疼咱，这就是疼，毋是咱疼上帝，是上帝疼咱。找伊的独生囝为咱牺牲，赎咱的罪。亲爱的朋友，既然上帝遐尔疼咱，咱嘛应该彼此相疼。无有人见过上帝，但是咱若彼此相疼，上帝就伫咱的生命内，而且伊的疼借着咱完全实现了。这时，咱要来请咱所敬听的蔡正德牧师来传讲信息。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圣诞记号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圣诞恭喜！咱这个时刻要领受上帝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聚集伫你的面前，透过诗歌，透过音乐，透过阮的祈祷，用阮的性命来学乐你。因为阮确信，主耶稣基督降生是为着要救赎阮正罪人，所以阮用欢喜得调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学乐你。也恳求主，你搁一遍透过你的话来清起阮的心肝，互阮更较明白主降生的意义。也透过你所想述圣神的引带、保守、激励，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名。我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圣诞节要到啊！咱每一当拢咧过圣诞节，毋知影大家安怎去了解即个节期？毋知影大家若提起着圣诞节，咱心中会想到啥物货？到底圣诞节的记号是啥物？有人一提到圣诞节，大多数的人拢会想到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人，确实，咱看到圣诞老人真正是圣诞节上界红的人，伊规身躯拢穿红的，嘛是上界受人欢迎的。我昨有机会去淡江中学主持因的圣诞庆祝礼拜，礼拜结束了后，就有一个暗会，头去学生拢真安静，圣诞老公公一出来，大家非常欢喜，因为伊要送礼物给大家。所以一提到圣诞节，大家印象中间上界深的可能是圣诞老人。当然有人会想到圣诞树，对无？咱四界拢会当看到圣诞树，咱教会内底有布置圣诞树。毋简单安尼，咱看到真侪百货公司嘛布置圣诞树，甚至咱去到咱隔壁的这台泥大楼，头前就一张足大张的这圣诞树，真侪人拢伫遐咧翕相做纪念。介成好亲像无圣诞树，圣诞节就减一寡气氛。但是，佫有一点真奇怪，有人想到圣诞节，就想到这个落雪的情景。咱台湾平地是无咧落雪，但是大家拢感觉讲，有落雪，介成较有圣诞节的气氛。当然嘛，有一寡人会想到讲，圣诞节就是大家欢喜聚集，圣诞的主餐。也是讲圣诞舞会等等遮的，所以咱看见着一般人对圣诞节，也是讲咱甚至咱本身基督徒对圣诞节的记号都是遮的。但是咱真正爱去思考，到底圣诞节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？到底圣诞节是啥物货？才是真正是圣诞节的记号？起来借着这个圣诞节的机会，咱搁一遍来思考圣诞节的意义。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3个圣诞节的真重要的记号。希望这记号咱会当记牢伫咱的心肝。每一遍咧过圣诞节的时刻，咱就提醒咱真正圣诞节的记号是啥物。拄则所读的经文，甲咱讲圣诞节的第一个记号就是疼。圣经安尼讲，
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，互咱借着伊得到生命。上帝用这种方法显示伊疼咱，这就是疼。这句经文点出圣诞节上界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圣诞节上界大的记号，就是疼。因为有疼，才有圣诞节；若无疼，就无圣诞节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咱来理解，因为疼，耶稣基督才会降生伫咱的中间。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疼咱，才会来到这世间，才会降生伫咱的中间。伫伊内底，咱能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疼。所以圣诞节上界重要的记号就是疼。圣经同咱讲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咱。上帝毋是因为咱人值得疼，伊才疼咱；毋是因为咱人值得疼，才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。是因为上帝本质就是疼，伊真正疼咱。甚至圣经对咱讲，上帝对咱显示无比的疼。当咱也是罪人的时，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死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为着疼来。所以伫伊内底，咱能体验到什么叫做真实的疼。所以圣诞节的第一个记号就是疼。圣诞节的第二个记号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用疼所带来的救恩。拄则说他的圣经节安尼讲，伊讲，这就是疼，毋是咱疼上帝，是上帝疼咱，找伊的囝为着咱牺牲，赎了咱的罪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咱。耶稣基督是为了拯救人来到世间，伊是为了带来救赎的恩典。所以救赎的恩典、救恩是圣诞节的第二个记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教会干他庆祝圣诞节，别记起耶稣基督的受难甲割活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如果若无耶稣基督的受难甲割活所带来救恩，安尼圣诞节一点仔意义嘛无。耶稣基督降临伫世间，就是为着要替众人受苦、钉十字架，然后荣耀的割活。所以这是降生的目的。如果圣诞节咱无纪念这个，咱庆祝圣诞节就无意义。所以圣诞节的第二个记号，就是救赎的恩典，咱来记牢伫咱的心肝。圣诞节的第三个记号是什么？就是牺牲。拄则圣经在同咱讲，上帝找伊的囝为咱牺牲，赎了咱的罪。咱来理解，耶稣基督随上来到世间，就是一个真大真大的牺牲。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送到充满罪人、充满罪恶的世界，而且耶稣基督毋是降临，毋是降生伫一个贵气的家庭。我是常常咧想讲吼，如果我是上帝吼，我明明知影即个独生囝降生伫世间，将来要钉十字架受苦，至少嘛，互伊降生伫一个较贵气的家庭，互伊细汉的时阵过了较好的，较安定淡薄啊。但是上帝无安尼做，伊互耶稣基督降生伫一个平凡，甚至讲丧乡的家庭。而且伊一出世就世界遭受迫害，咱看见着伊降生的时阵，即世间连一个互伊即个降生的所在嘛无，所以只有降生伫迄个上界卑微的马槽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耶稣来到世间，就是要透过牺牲来显明上帝的疼。所以圣经安尼讲。圣经讲，伊原本就有上帝本质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，反倒等伊甘愿放弃一切。台语的圣经翻译做：伊甘愿摒空一切，除了罗卜的本质，伊成做人，用人的形体出现，伊自甘卑微，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咱来理解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都是为着众人牺牲。
所以牺牲是圣诞节的第三个记号。虽然知影圣诞节有三个记号，第一个是疼，第二个是救恩，第三个是牺牲。但是真可惜，世间人将这记号拢袂记住。咱看见着，咱咧庆祝圣诞的时阵，真侪所在用圣诞老人取代耶稣基督，用车花宴乐取代分享甲疼，用商业的行为取代救赎恩典，用自私放纵取代牺牲的精神。咱的圣诞节差不多要失去了意义。圣诞节现在已经演变成做一个世俗的日子，失去了敬虔的信仰意义。我过去捌去瑞士进修的时阵，有拄到一个外国的牧师。这牧师吼，伊对我讲吼，因为我迄阵拄要拄到圣诞节啦吼，伊就讲我，伊对我讲，伊对圣诞节真感冒吼，毋是讲圣诞节真寒，伊会感冒吼，是因为伊感觉讲，即马现在真侪人咧庆祝圣诞，拢失去圣诞节的意义。伊认为圣经无记载耶稣提到一天降生，而且圣诞节已经变做一个世俗的节日，失去了敬虔的信仰意义。伊真生气对我讲，每一天圣诞节教会咧做拢一寡无意义的代志。当然，伊是较偏激啦吼，但是听起来确实有淡薄道理。伊讲做啥物无意义的代志，就是演圣诞剧吼，互一群已经知影内容的信徒看，吼，然后报佳音去报互已经知影佳音的人，吼，明明是将人咧困吼，人叫醒吼，啊，搁唱上帝赐安眠，吼。讲大家每一天圣诞节拢轮流咧做这代志，吼，有真侪也毋捌佳音的人，无人起来报，真侪伫丧丧、困苦、艰苦中间的人，无人对因报告好消息。当然，伊的想法我感觉有过头、较极端，也无完全正确。但是当时阵也提醒咱。也反映出教会伫庆祝圣诞的时阵，已经变做形式化，失去了迎接耶稣基督应该爱有的敬虔。也提醒咱应该爱更加清楚明白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，而且将这款的信息会当传播出去。所以，咱应该爱重新来反省，安怎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。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三项咱过圣诞节会当做的代志。第一项，圣诞节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疼。所以咱伫过圣诞节，咱就是爱分享疼。首先，咱爱将咱的心拍开，互主耶稣的疼进入咱的心中。当咱体验到这种无私牺牲的疼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学习安怎用疼来疼别人。每一个基督徒。每一个耶稣基督学生，拢爱用安尼做来纪念圣诞节。约翰一书的作者甲咱讲，伊讲亲爱的朋友啊，既然上帝遐尼疼咱，咱也应该爱彼此相疼。无人看见上帝，如果咱也彼此相疼，上帝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而且伊的疼借着咱完全实现。所以。圣诞节是一个分享疼的季节，因为透过咱的分享，上帝的疼伫咱中间完全实现。有真侪人过圣诞节，为着要营造一种过节的气氛，会装饰家己的厝体，会送礼物表达关怀，这拢真好。但是其实安尼做也未真正。对着圣诞节的核心，咱过圣诞节的时阵，更加应该爱将分享疼做圣诞节上界重要的工作。咱会当伫教会中间分享疼，除了各团契小组的聚餐庆祝，咱也会当关心一寡弱势团体。咱其实有看到咱的教会有一寡团契，因用因的庆祝，也是讲大家的奉献去关心一寡。弱势的团体，
咱的英文牧区嘛有久长以来拢有咧关心这街友的工作。咱主理二嘛有这美泽观的方式去关心一寡需要帮助的人。咱会当伫教会内底分享上帝的听，咱嘛会当伫教会外面分享上帝的听。咱常常讲教会爱诚做社区的祝福，咱本身爱诚做别人的天使，安尼就利用圣诞这个节期，做伙来分享听。阮过去我伫台南的教会咧服侍的时阵，常常有真侪圣诞节的时阵，咱会邀请真侪朋友来教会聚餐，啊，其实准备迄个真澎湃、丰盛的食物，大家拢食袂了。我有看见着有一寡人。伊会将遐物件包起来，毋是讲摕等于家己要食吼。我食到过年，毋是安尼啊，是摕咧去关心遐需要的人。吼，啊，甚至有的人会当伫即个节期中间，点点做一寡好的代志，会当包一寡红包，互遐需要的人，也是讲分享一寡需要的礼物，来帮助遮困苦的人。这拢是咱会当做。其实伫咱的教会，今年有举办一个活动，毋知大家有注意到吼？我想真侪人无注意到啦吼。咱伫教会今年有甲诚品书局做伙合作推动一个活动，就是咱要募集吼6岁到15岁会当适合读的这个册吼，然后将这个册吼送去偏乡。咱诚品书局有选43个偏乡的所在。这个所在吼，真侪所在无图书馆，咱都市的囡仔吼，要看册真方便，去图书馆、去册店徛咧就咱看册。但是有真侪咱台湾偏乡的所在的囡仔，要读一本册就真困难。所以咱既然有厝内底有一寡已经读了的，即嘛可能无要读的册，咱就关啊，当然爱适当，伊有一寡标准啦，咱看迄个标准，咱就将这个册关出来。啊，诚品书局用一种行动的图书馆，送去台湾43个偏乡，因为甲这偏乡的儿童、少年人做伙读册，鼓励因透过读册来得到帮助。咱教会甲诚品书局合作，这个活动已经推行将近要1个月。吼，啊，前几工诚品书局拍电话来讲，你已经募几本啦。啊，实在够闹气啊！吼，咱我目的是要期待咱募500本，吼，到顶礼拜吼，才募100本尔，吼，啊，所以吼，真侪人可能毋知影这个消息，所以牧师甲大家分享，这是咱今年咱做的一个真好的事，吼，咱透过这款分享，帮助一寡需要的人，这是咱圣诞节会当做的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过圣诞节爱安怎？爱传救恩，因为圣诞的第2个记号就是救恩嘛，吼，所以咱利用圣诞节这个机会，分享耶稣基督所带来恩典，这是做过圣诞节上介重要的代志。咱伫教会中间，伫圣诞的节期中间，咱有举办真侪无共款的活动，吼，咱对月中就开始吼准备举办真侪活动，咱明仔载暗时嘛有一场即个平安眠、吼圣诞乐的即个聚会，咱通邀请咱的朋友，可能伊将来毋捌进入教会，咱互因来到教会听教会音乐，透过音乐，互因理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，吼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吼，所以伫圣诞节真要紧，就是咱透过圣诞节的节期，甲别人分享福音。但是分享福音上介重要的是啥物？就是咱生命的见证。所以如果咱生命有好的见证，自然而然会吸引大家羡慕这款的福音。所以望咱会当伫这圣诞的节期，会当做这第2项代志，就是爱传福音。第一项代志会当爱分享听嘛，第2项代志是爱传救恩。吼，这拢爱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第3项代志，咱爱肯牺牲啦。吼，大家看这个标题可能感觉奇怪，为什么过圣诞节爱牺牲呢？吼，要爱大家做啥物款的牺牲？其实咱来理解，
头前牧师有讲过，耶稣基督分享上帝遐来的疼，甲伊传播救赎的恩典，拢是透过伊的牺牲来成全的。所以，咱也会当伫生活中间学习伊的方式，尽一切的办法，将疼甲救恩分享出去、宣扬出去。可能咱伫咧做分享疼甲传救恩的行动的时阵，可能爱牺牲淡薄代志，比如讲，咱爱牺牲咱的时间，咱爱甚至爱牺牲咱家己的金钱，爱用真侪耐心甲疼心。这做淡薄仔牺牲，咱就会当去分享疼，会当传救恩。最近所举办的庆祝圣诞的活动，真侪人付出真侪心力，甚至咱今早起透过咱的圣歌队，也是讲真侪咱的乐团所做的一切，拢是因付出真长久的心力，才会当互咱伫即个圣诞的节期中间，享受伫主的疼的中间。牧师也深信，因为大家愿意牺牲、愿意付出，一定会当有收成。愿上帝亲自应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过无偌久，咱新的一冬阁要来临嘛。咱期待这圣诞的3个记号，毋是简单伫圣诞的节期才出现伫咱的心中。我期待大家将圣诞的记号刻印伫咱的心中。伫未来每一天的日子中间，拢会当将圣诞的记号，就是疼、救恩甲牺牲，对咱的生命中间彰显出来，来荣耀上帝，也互其他真侪人得到福气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就是你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的恩典，这是何等大的疼！主啊，因为你的圣囝耶稣基督的牺牲，阮领受到你遮尔大的恩典甲疼痛。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。我也恳求主，你赐福保守看顾阮，亲自用圣神来感动阮，互阮会当学习过一个甲过去无同丰盛的圣诞节。透过这个节期，伫未来每一个日子，阮愿意分享疼，我愿意传救恩，愿意肯牺牲。用安尼来见证你的疼痛伫阮的中间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